第一次代表香港都應該係1991同埋92，因為有一個叫廣島亞運啦。咁啊，當年我都有份去集訓嘅，但係可惜當年因為經費不足啦，咁啊就 cancel 咗啊。大概2、3年度咧，因為香港回歸啊嘛，咁啊當年就有好多人都渴望代表香港隊參加第一屆嘅全運會。咁啱啱嗰年咧，就香港隊就唔使打預賽，有2年嘅集訓期嘅。咁當然其中有啲辛酸就同而家啲一定係冇得比㗎啦，因為以前係我相信比較業餘啲啦，我哋去過一次集訓就係台灣高雄，班隊友咧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一齊聯絡，因為嗰個係幾難忘嘅，因為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嘛。我覺得嗰年應該係喺上海打嘅，咁過程咧就享受，因為未試過咁大型嘅比賽啊嘛，因為包括每場波咧都超過4至5千個觀眾啊。第一次代表香港參加咁大嘅運動會就感受都非常深啦。我哋其實輸多嘅，因為佢哋內地多數都係職業球隊啊嘛，而香港隊當年係每個星期係練2日波，咁同而家一樣啦，就係每次係3個鐘頭，仲要係室外場，我哋一次室內都冇嘅。咁啊，去到台灣集訓咧都係室外，縱使係嗰個訓練好辛苦都好，但係我哋個成班個隊友嗰個士氣都非常之高昂嘅。大概打完第一屆全運會之後咧，其實個經驗翻到嚟對我嚟講都非常重要啦，因為始終未試過咁大型嘅比賽。喺以前香港都係甲組聯賽啊，或者有時嗰啲叫做滬港杯啊，或者叫做台灣嗰啲隊伍過嚟訪港打下啲比賽，好少打咁大型比賽，所以嗰次經驗都非常非常之好嘅對我嚟講。後尾去到01年咧，因為我哋第2次參加全運啊嘛，所以我哋要打呢個預賽啦。咁我就係第2次代表香港去打呢個預賽。咁嗰年就喺湖北啦。咁啊好可惜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喺個13支隊伍裏邊咧，我哋排第9名。咁我哋就打唔到個正賽啦。咁啊都非常遺憾嘅。嗱嗰年咧除咗我哋打唔到個第2屆全運個遺憾之外咧，自己就係因為翻嚟之後咧，第一場嘅甲組聯賽就斷咗十字韌帶啦。咁我打完嗰場波之後咧，就基本上成個手球比賽嗰個機會就冇咗啦，因為根本好難復原啊對我嚟講。因為當時我哋香港嗰個醫療水平啦，或者個物理治療唔係咁盛行啊。咁啊都知道自己第一年事已高啦，都過咗30啦嘛，咁就決定退休啦。因為我自己目標除咗打香港隊之外咧，我都希望為香港手球出一分貢獻嘅。咁就大概3年度讀咗幾個牌，咁啊最高讀到香港3級教練牌啦。咁嗰年就應該係一個韓國教練叫魏英曼。畢業之後咧，就成班打全運嘅一班師兄弟啦，咁就覺得想香港手球去發揚光大嘅話咧，其實成個 system 要改變啊。咁當然就我哋8個兄弟啦，即係打全運嘅，就組織一個叫做教練團啊。我諗比較完整嘅一個訓練計劃出嚟，咁呢個計劃就叫10年計劃啦。咁而家講今日嘅香港隊教練阿邦 Sir 都係由呢個計劃裏面培訓出嚟嘅嚇。當然大家你哋熟悉嘅列明輝啊、葉士仁啊、陳國興啊、袁卡爾啊，呢班全部都係我哋當時嘅青年軍。嗰10年嘅累積嗰個大青年隊嘅經驗，俾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得着啦。去瑞典啦、台灣啦，打呢個叫做一個世界青少年杯啊。咁我又第一次咧，真係帶啲球隊啦去歐洲啊，因為其實真係人生路波數，完全係我係做一個我教練兼領隊嘅，我帶佢哋去到嗰度，其實好多嘢都唔識咯。當然第一次見到咁壯觀啊，因為我同另一個我個拍檔阿葉振威阿葉 Sir 咧就第一次見到，哇！點解可以成個球場可以咁多人啊？因為我數過話咧係其實 over 咗50個手球場同一時間打緊比賽，因為佢嘅年齡去到最細都應該係8至9歲，一路去到最尾係21至22歲。咁即係話全世界好多國家都可以去參加呢個叫做 Player Cup 好似叫做。咁咧我第一見到，哇！原來全世界原來咁多人打手球喎。咁啊嗰次翻嚟之後咧，我又有啲新啲諗法，就係咦，我帶完呢次比賽之後，我學生會唔會有啲嘢有啲咩得着咧？最新穎嘅帶翻嚟，譬如包括打法啦、訓練方法啦。咁我嗰年開始咧，就慢慢令到香港啲手球咧，我覺得係慢慢進步緊嘅。3年嘅時候咧，一個大轉機就當然又係何生同阿 Jack Sir 咁啊打電俾我，喂，我哋批咗錢去仁川亞運喎，咁要爭個教練。咁當時何生同我傾嘅時候話我有咩計劃，咁我覺得我寫咗一個2年嘅計劃書俾佢啦。咁啊點樣練啊，做啲乜嘢啊？
咁佢接受嘅，咁啊就聘請咗我做嗰屆嘅香港隊嘅教練啦。咁啊年紀裏邊，我同當時嘅教練高志恩咧就合作非常愉快，因為我兩個因為又係同門師弟啦，我哋一齊打以前嘅甲組球會卓麗噶嘛，咁兩個默契就好好嘅。阿姐就對手球嘅個戰術嘅研究就非常好嘅，所以我都採納咗佢。咁當時我兩個分工合作就係我主要負責體能啦，佢副主任負責戰術嘅。咁當時訓練過程其實有少少矛盾出嚟嘅，因為個紀律性係最難執嘅。年資大嘅人咧，佢就會覺得使唔使做咁多體能啊？咁我個諗法就係，我作為一個教練，我應該有我嘅訓練方法，大家都一致噶嘛。你唔會因為你係一個舊嘅球員，同埋你冇得 say no 噶啦，因為除非你有啲更好嘅意見話俾我聽。因為我同阿 Jack 其實好民主嘅，我哋每次開會嘅時候，每次練波都係你有咩意見提俾我哋聽啊嘛，即係我哋會接受噶嘛。所以嗰屆俾我一個經驗就係，因為我之前帶好多青年隊啊，咁青年隊好少呢啲咁嘅拗撬出嚟，但係因為佢哋嗰班舊嘅球員咧，佢哋比較上有自己思維啊，所以我覺得我又俾咗我另一個經驗啦，就係要帶大隊咧同帶細隊係應該係兩個唔同層次嘅一個嘅方法嚟嘅。咁我經過嗰次14年嘅仁川亞運，我只覺得係雖然成績係 OK 嘅。即係我哋都有贏過2場波噶嘛，但係嗰個效果，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個唔係好嘅經驗嚟嘅。所以我翻嚟諗過我同阿 Jack 就有開會有食飯咁啊。我哋跟住仲要準備全運會喎。我嗰年應該係我打完01年嘅全運會之後咧，我跟住就正式成為香港隊教練，即係帶佢去打全運會，仲要打正賽噶嘛。因為嗰年嘅外圍賽點解會咁印象深刻咧？我覺得我嗰次我係成功咗嘅，因為作為教練咧要識反省。我之前帶得唔好嘅原因就係我有啲嘢做得不足，我有啲嘢冇諗過帶細嘅同大嘅有啲分別。所以嗰一屆咧，我由應該2016年開始，到1年時間訓練裏面咧，我多咗俾佢哋發表意見。我用個理論去令到你服我噶嘛。我唔係話我大晒啊嘛，唔係話我係一個主教練，我大晒，我哋冇呢樣嘢嘅。所以我同阿 Jack 合作開心嘅地方就喺度。因為大家知道自己諗乜，所以呢個默契咧，令我同佢之間可以嗰屆，我相信帶全運會係歷來最好嘅成績。我記得嗰場波打完之後，因為對嗰場對81隊即係解放軍啊，哇！爭出線嗰場，我未試過緊張過大精英賽冠軍賽對英華。哇！知唔知最尾嗰1分鐘，因為我最尾一定要贏啊，和都唔得啊！先入到頭8名啊！所以嗰場波係成晚同阿張冇瞓嘅覺，諗下點樣打，因為對面有一個過手嚟㗎，好勁。但係其他位咧同我哋差唔多，嗰個係超晒班㗎啦。但我哋諗方法點樣令到佢會用晒啲力入波都好啦，好辛苦入，下半場打唔到。咁另外令到我哋嘅最勁嗰個許文邦咧，佢入好多波喎。咁呢個係我同阿 Jack 喺個絞盡腦汁嗰度嗰一屆咧，嗰場波我哋最尾係贏咗嘅喎。贏咗就好開心，因為入到8強就我哋打到正賽全運會啊嘛。同埋嗰一屆預賽咧喺呢個好似徐州，我冇記錯應該係阿邦係攞 MVP 嘅。但嗰屆咧17年我好記得打完嗰場波之後，我哋最尾係第6名，全過正賽第6名。有啲係我14年已經帶佢哋打仁川亞運喺度嘅，所以對佢哋個期望好高。你諗下香港人有個波量幾多啊？佢都肯繼續喺度打落去嘅時候，就對手球嗰份熱誠啦。基本上每場波都有睇嘅，特別個亞錦啦，其他啲比賽我都有睇噶嘛。我覺得佢哋有機會，只要球證正常之少。10年嚟啦，阿邦瑞用咗好多心機啦。咁啊，我記得當年佢帶香港隊同佢而家帶嗰人變咗好多。我當時帶佢嘅時候咧，佢性格係比較急嘅，但係佢個腦轉數好快，我好欣賞佢呢個人，同埋佢對手嗰種執著啊，同埋佢好中意研究手球啊嘛，所以我覺得呢個細路即係放手俾佢帶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一定有分作為咯，同埋佢真係對手嗰種熱衷，我哋冇一邊個夠佢咁專業嘅啦，我自己都話有佢將來帶香港隊咧，一定有分作為，所以我有留意好多香港隊啲近況啦，佢哋集訓啊，佢哋比賽啦，佢咗個應該瑞典教練，有冇記錯？有個瑞典教練咧，佢當然咧，佢歐洲打波同我哋香港根本係兩個層次嘅嘢嚟㗎。佢將啲
新穎嘅帶翻嚟，包括技術啦，包括團隊合作啦，包括訓練方法啦，包括嗰啲所謂嘅科學嘅嘢咧，我相信係香港係好值得學習。所以今次嘅全運會我好期待。當初同阿邦講，我走咗之後咧，阿 Sir 有個好大嘅心願，我希望你帶香港隊上頒獎台。佢同阿 Sir 講，佢話：阿 Sir，我應承你，我知道佢好努力，同埋我好欣賞呢個教練。我希望真係佢有機會帶上去頒獎台，到時我一定帶學生去睇咯。自己打過2年，打過2屆啦，嗰個成績未如理想嘅原因就天時地利人和，我哋都不走啦。今次香港隊主場，加埋好嘅教練，加埋好多好嘅球員，仲肯留喺度打，放棄咗好多生活啦、私人生活啦，完全係為咗今次希望上到呢個頒獎台。所以我好希望今次香港隊加油，阿邦你一定得㗎！